台北市办理国小基本学历检测已经20天了，教育局是表示讲，未来会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出题目，帮助会当愈准来测出学生的能力。最近台北市嘛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国小教学评量研究中心，相关的研究嘛应用伫教育现场。 市中文系教授吴捌讲理，台北市立大学教授帮英面用 AI 创作出甲台北市国小教学评量研究中心致敬的歌曲。我不懂音乐 ，AI 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。 AI 有才调做的代志足多，文学院的教授对时代行，台北市国小基本学历检测高达20天，教育局指出讲，未来会加入愈侪 AI 的题目，成立研究中心，学校嘛会当应用。 我们看到新闻很多，老师可能命题上面他们有一些困难，或者会去使用题库，或者是使用旧的题目，这些问题。那我们未来用 AI 来产生大量的题目，可能我们就可以帮老师解决命题这件事情。 研究中心表示，讲未来投资若有够，老师只要连起你中心的网络搞算了后，就会当上课纲。说落来，就是用 AI 诊断测验的结果。 它会帮你做一个分类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指导学生。这一类学生只是初心，这一类学生需要多练习。台北市教育局指出讲，透过即时的分析，知影学生的弱点，就会当随加强教学，应对 AI 的趋势，互教学甲评量愈科学化、甲系统化。记者台北报道。